後介紹嘅係隱世豪宅蟠龍半島，呢個係青山公路嘅老牌豪宅之一，1982年入伙，由86座物業組成，共提供114伙，當中洋房共有40座，分為 A 型約實用面積2349平方尺嘅獨立屋，以及 B 型約1687平方尺嘅孖屋，普遍係3房套或4房設計。而分層或複式單位就由990平方尺起，主要屬3房套間隔。屋苑依山而建，環境清幽，私隱度極高，提供室外泳池、兒童遊樂場、日光浴場、網球場及迷你酒吧等設施，適合追求寧靜同品味生活嘅住戶。蟠龍半島咧係一個隱世嘅低密度豪宅嚟嘅，由新鴻基發展，單位提供由1000尺至到獨立洋房都會有，而且獨立屋咧都會連埋一個特大嘅花園㗎，咁所以對於一啲追求私隱度同埋戶外空間嘅買家咧就非常適合啦。不過始終屋苑都係一個比較老牌嘅屋苑啦，所以都要考慮一下維修嘅費用嘅。